桥嘅作用如係屯兩隻位所連強下，唔過睇羅志峰搭羅公旗兩支數嘅木柱頭度，關係嘅老橋嘅，韓國重要嘅係歷史價值，韓國豐富嘅人物。5年前，因哋開始去尋關係嘅老橋嘅，發現到關係嘅老石用橋，還有差唔多20座安多哦。有嘅係睇用，有嘅邊啊睇無人嘅細路嘅，也算上草大弄嘅。因哋路哪輪一邊器材行高嘅關係，同將嘅老橋橋接下來，講老橋嘅一股，咪講關係嘅股。拉嚟十個順頂頂嘅山邊，天天嘅行下去，白條看天頂或者上，一途 QQ 當老師推嘅石橋橋，處地好把落紅。上次我們也是差點摔倒，那時候剛下完雨，然後水量比較大，那差點跳到。那兩片當電啦，吼，所以咧橋吼，左右前過，可能差唔多就3站安高吼。到劍生態航嘅東江橋，一件70年研究咧，一般見對橋廣告都稍微發條寬高，面對兩途橋安站。在關係來講，吼，兩座橋兩江嘅算最高嘅一座。頭擺記得做橋吼，要行大石師傅，要拆山，要量高，吼量高要見到石鼓樣板吼。但係兩張器材出走去山紅，羅志峰老公起兩隻阿叔5年前開始起簽關係老橋，也記錄下空地安多會所本人聽表體嘅老橋故事。頭擺看係大概關係東有名嘅橋，到東岸橋啦吼，還是大概橋順啦，吼所以對橋吼有隻感情啦，所以將會開始來簽。東岸老橋的關係嘅路後，5屆橋起嘅橋同相應注意係關係著名嘅景點，也係東人最理解。不過關係嘅老橋唔單止愛用天天。算係跳槽，像三江嘅，還有日出，好兩江嘅，像那兩江嘅還有兩座，其他日江嘅，吼差唔多有10個座，加起來哦，可能有超過20座橋，石江橋，所以像咧可能喺全台灣來講，吼量最多嘅。不過從馬關係為咗安多嘅石橋橋呢？因關係河壩淺多嘛，像咧馬河都溪啦，還有鳳山溪按用跳下，老牛南河按用，所以講有的吼是主要是在山檔還有河壩順按用落差較大，但是變成講愛做橋。你這辦喺丘陵地，所以頭擺關係嘅物產較多吼，日本時代你有大灘的啊，吼灘礦，或者有石礦，東人像是帶了300個度，好，該是開墾啊，吼做了3度的安尼事情吼，大家出錢，所以就將留下來安多了石江橋。從東江橋解到水圳為山航嘅人出現5里片，所以大家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橋下來是橋鋪路。羅志峰兩隻阿叔喺因內去查看嘅當中，還簽到嚟嘅兩時來打兩座橋嘅人。牛欄河壩啊，也掂成掂嘅靠下嘅牛欄河啊，個石鼓行硬啊，佢左唔計佢打落嚟啦。兩條碼頭組成石鼓屯起來嘅，要夾到四方方，入面橋段。要夾起來，弄成個太石欄入面，下啲樹呀，你屯嚟落去夾住，順愛不走啊！個我18歲天咯，2歲咋？開石頭哦，個人都不知哦，漸哦，差唔多200斤的。如果有破壞，那個就做那個薄啊，吼，那些水泥化下去就那河川就死掉了。你唔看到兩個頭先嗰啲係咪用線路嘅嘢話？係啊。順利老馬公路行業調哥來到馬步多，為80年研究3種嘅建山橋處地面條線，眾多嘅石鼓在河壩帶立到嘅牆線上，係那條個橋行還有輕片岔路。因為地背有輕片岔嘛，哈，還有灘礦嗰度，所以就咩日本嘅公司哈，佢都出錢起嘅啦。好，所以日本人設計。dan國界有一條，韓在日據時代之前，
有一条细吊桥，细吊桥冇睇的时间，然后去做个种个竹桥，落海水了就出唔来，所以透过还蛮两条桥的时间，就行嗰条细路嘅。从现东家嘅桥桥，喊起路带起嘅世界嘅容额，唔过认为下节就至草动奶桥，从选桥两片顿嚟东奶上，桥顿入几摆都看唔到嘞。路桥就是你系新啊，然后游客咯，当落到嚟啊，全部要落下来看，要听下来看遐路桥，那路桥就很少了。一个文化，一个古迹，咱就讲要发出想办法来保护人嘅，冇被冲来啦。年轻热球，韩国环境嘅改变，使桥桥就父母奶桥并唔让嘅素材。像那溪桥，溪都按法拉比北哈，其他是看起来很古朴，跟环境很融合，不会很突兀。第二条新桥做落去，感觉都没有那么好，还没有那种原始的味道啊。仲较好行添。其实Q 桥有较有嗰種嘅 Q 橋嗰種嘅味道啊。对关系嘅人到三人来讲，就从绕铁轨嘅石桥桥，你下看唔到從透過嘅公彩地，就嘅慳啲嘅路，就嘅從半白色嘅草大人地，冇呢啲嘅嘢。已經經過至少都60-70年以上哦，然後唔啲啊，但是有的全部臭色色嘅，就看唔到嘅。對住草橋度，佢哋看到嘅唔單止係橋嘅交通功能，還有啲可能就講起嘅日本故事。條擺車冇彎道啊，專門行路下道，所以那種路橋其實連古道，這些算文化資產，能夠讓更多人認識，然後去重視它，去保留它。那廖世雄我做一個屬於按關係嘅一些記錄，能夠俾後頭人提供按關係條擺有按風水那個物產按當嘅影響，他做啲hand擺可以做一個或許做一隻古橋之旅，本人去尋訪按關係古橋各地方的美感，三號嘅人單單曬走咧，也係冇乜嘅匱乏嘅壓力，所以關係係要按到路橋。老公佢講，經過50兩年過後，從冇嗰座石橋橋咧，貴重父母奶來起，係個冇好好保護，少睇啲草，冇睇就係冇睇咧。你兩種這麼寶貴的資產，總得請打賞，所以我想說用申請古蹟把它保留下來，這樣就不會有這樣子因為要商業開發造成的破壞的遺憾。路橋店家鋪擺兩片，有老關係挑擺老兩下嘅古典起來，係那企業人老人，記住老祖公建築嘅智慧，開啟嘅國家對財體產業發展也做動態貢獻。好把水你隔着劉某天，假使面對就按要落路橋做判，也希望關係路橋嘅股，地區關係應該關心下，會繼續傳遞下去。